人如果一人真的是不会人过这个了的呢？知道？头发割那些裤子都凉的。知道我跟专家啊，这个讲个叫那些，不是错都那些啦，我那小路没听到了，我你那争吵了什么呢？那是破股啦。不是刚刚你睇呢條路條啊？
说难听好像，哎。